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51高中生的命案，也受真侪疑点。像讲，台中的检方为现场的美女馆验出一种叫做利多卡因的麻醉剂，是引起着高中生的妈妈甲律师的质疑。不过，台中的检方来回应讲，验尸报告并无伫高中生的体内验出着麻醉剂利多卡因，所以研判这个美女馆是互其他的物品来污染。不过，法医高大成讲，伊看过某一寡人使用麻醉剂了后，体温会升悬。高中生坠楼死亡了后，体温嘛拄啊好有升悬的状况。另外，这个高中生伫4月份才买新的奥多麦，嘛甲伊的阿哥约讲6月要做伙去美国佚佗，无道理讲5月家己会怎走去跳楼。这一连串的谜团，律师是希望会当透过申请再议来追查好清楚。51高中生命案现场，台中地检署伫咧其中一个美女馆内底，当时验出偌小滴的 DNA 和麻醉剂利多卡因。律师认为，处分书内底无清楚交代来源，申请再议。中检嘛做出回应。报告指出，死者体内之血液、尿液以及胃溶物均没有检测出利多卡因的成分。中检讲，现场除了美女馆，嘛伫咧粪扫桶的卫生纸、乌西茉莉和纸条验出利多卡因，研判美女馆是去这物件捌着垃圾的。不过，法医高大成就伫咧群组内底来讲出家己的想法。高大成提出3点看法：第一，捌拄到过有人使用麻醉剂了后，体温加悬过身；还有偌小弟伫咧位楼顶栽落来死亡了后，体温嘛有变悬现象；第二，偌小弟楼顶栽落来煞刚有倒变的骨头断去；第三，偌小弟伫咧死前1个月才打买新机车，甚至伫咧6月准备和阿哥去美国耍。另外，还有真侪歹芳的代志，就是无在害兵，全面拢知影。而且这台新买机车车牌尾数是513，拄好是妈妈的生日。阮囝伊毕业的时阵，伊要交因姑姑去美国的。妈妈强调，当时是回国参加双岁阿哥招偌小弟做去美国捞，两边已经约好势，煞伫咧1个月前发生意外。这整个案件是真侪疑点，希望向中高检申请再起，会当合法厘清死因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